兰扎耶梭哈，唵赞巴拉扎连扎呀吽。所以我们的上师奔马格桑法王每次讲课的时候，他都跟我们开始说，实践的众生根本就没有快乐过。在这个世界轮回里面，所谓的快乐跟幸福是不存在的。但是这个当中，有些人觉得今天自己很舒服、很快乐、很幸福的这种感觉呢，就是他是怎么说呢？比如有一个人，他得了严重的皮肤病，皮肤病知道吗？会痒的那种，会痒的那种皮肤病。那么他呢，就是什么时候会觉得感觉比较轻松一点？那是什么呢？他很痒的时候，就是用手去抓一抓，那个时候呢，觉得好像稍微舒缓一点，对不对？那你们有没有就是蚊子叮过以后呢，就是痒的时候就会抓一抓，是不是比较舒缓一点？对不对？对。那个时候比较舒服嘛，对不对？感觉。但实际上这不是真正的舒服，这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这呢，就是如果是那个人本身没有得皮肤病的话，那才是最幸福的。所以我们的上师呢，法王上师呢，每次都给我们说，我们没有在这个轮回里面的，那才是真正的幸福啊。那个就是相当刚刚就是得了皮肤病的那个人，他就只是抓一抓就比较舒服一点。那我们轮回的众生呢，就跟这个一模一样的，因为我们堕入在轮回当中，根本就轮回里面没有什么幸福和快乐，但是有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的可以舒缓的一个这样的机会的时候，觉得很幸福那这不是什么真正的幸福。所以我们法王上师每次都给我们做这样的开始，他的用意是什么？这也是佛陀说的。用意是什么呢？让我们众生知道，轮回里面都是痛苦，所以我们今生有得到一个可以学习佛法、修持佛法的时候，好好的经过闻思修，经过六度波罗蜜，好好的六度波罗蜜的教育的方式，好好的修持，才是最有用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得到的幸福是生生世世能够幸福圆满的，再也不用痛苦的，而且利益到所有的众生的这种见解，我们可以自己得到的。因为释迦牟尼佛的恩德，我们有可以修持他的法，所以就非常殊胜嘛。但是我们如果这个都放下，我们只是为了短暂的快乐，那么我们刚刚最前面我讲的一样，有些人说怎么学佛是不是越来越有钱，学佛是不是越来越穷，这两种概念都是不对的。那这样去想的话，那我们只是为了短暂的一个幸福，所以就一生的这种努力都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修持都是必须得要有圆满的三种殊胜，对吧？经常都讲的嘛，对不对？用这样来能够可以修持的话，那这个我们的善的这个功德会越来越增长。就像怎么说呢？从3号到那个15号的月亮一样，一天比一天圆满，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亮，对不对？然后就到了15的那一天呢，就是整个都是圆满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从开始知道善恶的分别开始，那我们就最不容易的部分呢，我们遇到佛法；最殊胜的方面呢，就是我们遇见了善知识。那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真正的这个身体里面的我们的这个两双眼睛一样，然后内心的这个心脏一样，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在轮回的这个黑暗当中呢，让我们打开了智慧的双眼的一个最殊胜的机会和因缘。所以这个必须得要知道，好不好？今天是我们新年的这个初五，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迎财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到，我们要迎佛的智慧，不光是财神，
佛的智慧引过来，最主要是这个。然后呢，就是财是自然而然就来嘛，对不对？对。福报圆满了，什么都有啊。你福报圆满了，那你就不喜欢钱也没有用，你去哪里钱跟着你，你讨厌它都没有办法。你福报消失了，本来是属于你的钱也是不在的、不存在的，它会跑走。你再喜欢它，它也不喜欢你，所以就没有办法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福报圆满，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说呢？新年的年图也是非常重要的发挥。那从现在开始发现，过去的一年以及在将来的生生世世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做更圆满的功课啊？那我们就要发现说，我们目前呢，就是一开始皈依到现在，我的修行功课上的努力，对上师、对出家众、对金刚师兄的这种恭敬心，对他们的信心有没有越来越增加？有的话很好，就是值得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然后继续要努力，要更好以后。如果是变得不好，那一开始我皈依的时候，好像对上师也很尊敬。我看到上师的时候，第一次是做3顶礼才跟他讲话。那现在一进来的时候就顶礼那些，但是早就没有了。但是金刚师兄也一样，出家师傅嘛，越看的越不顺眼。有没有这种问题？有的话，从今天开始要改。这就是要祈愿我将来不要变成这个样子。我这个心，因为我是很严重嘛，我所谓的我是很严重，那么就是我呢，就是一直就是让我怎么说呢，那个不自在的让我痛苦的主要的就像国王一样的是谁呢？就是我那我们的身体就都说我的身体、我的头、我的脸、我的手、我的脚，什么都是我的。那我的房子、我的朋友、我的男朋友、我的女朋友其他人不要去看他，不可以去碰他，不可以去看他，甚至不能说他。那我的朋友我的亲戚我的亲戚不可以骂我的什么，就感觉都是一样的。那从这些里面，所有的里面，最重要是什么？我的身体，对不对？我的身体可能是比我的爸爸妈妈还重要，我自己的身体肯定是比我的怎么说呢？那个太太或者是先生也更重要。那我的身体里面来看，那就是最重要的是什么？那可能是目前来说的心脏嘛，心脏可能是也有心脏移植的，但是心脏移植的这成功率很不高嘛。所以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整个身体里面心脏不能坏掉，心脏坏掉的话就完蛋了，会这样想嘛，对不对？所以主要都是什么？心脏不是你，但是心脏是因为你的我执把它当作是你的是把它当作是我的，那所以就是有很大的麻烦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执着。那么这个执着放下的话，那就会很轻松。那么在怎么样的才放得下？那就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一样，那修行经过我们是修持3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必须得要反复的观察自己的内心。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一样，我们自从开始修持佛法到现在，有没有退转？有没有进步？关键的时候，现在是一个新年的年图嘛，也是一个关键的时间。去年的一年里面，我有做了多少个功德，造了多少个业我造了多少个业，得到了多少时间的好处跟利益修了多少的善，失去了多少实践的东西，实践的利益。这样去比较，你修持了多少的善，不可能失去你的任何的这些怎么说呢？实践的舍不得的东西。那你造了多少业，不可能也不一定会得到多少的利益那这些去看一下，比较一下，甚至有些人做了一点点这些，做了很多的那种造业的事情，就得到了一些的怎么说呢？利益的。有可能会有但这些都是很短暂的，很短暂的。
那就是将来就是会带来更多的痛苦啊，因为因果不许嘛，这是非常的重要啊。大家都知道因果不许嘛，对不对？没有因不会有果嘛，这个是完全是一个对的嘛。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从现在开始以后要怎么去做，怎么办，这个很重要的。尤其是如果是过去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对什么都有信心啊，那么现在就越来越没有信心，那这个是很不对的。这就是一定要注意，不然的话，就是你在此的这个因缘是，当然就是在过去的福报，但是现在你自从修行到现在，信心各个方面越来越推转，造业越来越不害怕的话，那你的修行下一世你也许会获得佛法，但是呢，就是如果是下一世是人的情况下，你也许会获得佛法，但是可能是这一世的这个后段再越来越好起来的机会是很少的。所以我们就这一生当中呢，就是不弄把自己的信心然后这个精进心然后就是那个虔诚心不能突转，必须得要鼓励自己，而且是金刚师兄之间也是一定要鼓励，互相鼓励，这个是很好的。那么一个家庭里面都是修行人的情况下，那就更要去鼓励那个都是非常的重要的。不然的话就好像过去一开始的时候很有用，现在好像不怎么需要的那种，那就不对了。这个方面一定要加油，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可以了，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就要开始修法了啊。救